大家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共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24章，我们要用46天的时间一起来共读。路加福音是作者路加所写的，路加写的这卷路加福音有他传福音的目的和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能够让一般的人，特别是希腊化世界当中的人能够来理解。我们透过多媒体圣经学院的路加福音概论，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对路加福音的背景了解。成书时间是在主后60到70年，写作对象是路加，收信的对象是外邦人，特别是希腊人，所以对犹太的地理节期会加以解释，帮助外邦人能够理解。好像加百隆、格拉森、亚利马太、以马五斯，好，还有包括除酵节，好，那他都会做一些解释。那路加他提到收信的对象是提阿非罗，提阿非罗就是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所以他可能收信人叫做爱神的人，或是指在希腊世界当中这一些归信耶稣、渴慕真理的基督徒。而在路加福音当中的文学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对希腊文的掌握程度非常的高，仅次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高雅古典的希腊文所写的路加福音，而也用希伯来语式的希腊文来记述耶稣的出生、童年。路加可以说是位史学家、叙述史按次序严谨考证来写作，他也用考察这个字证实他曾经周游列国，来证实考察耶稣基督的出生和生平。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路加的记载有一个部分叫 we sections，就是我们就是他跟保罗是一起的。好，第一人称复数，分别在使徒行传的16章、20章到21章、27章到28章，表明了路加医生他实际参与保罗的宣教旅程。那因为写信是给外邦人，所以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人类的开始。那以罗马帝王的执政期来称呼，譬如说第2章第1节讲到凯撒阿古斯都的时期，或是3章1节讲到凯撒提庇留在位的第15年，那会用罗马皇帝的尊称的称号。那很少引述旧约跟旧约的预言的应验哦，因为受训的人是针对外邦人。路加福音的文学特征擅长用外邦的词汇取代犹太的用法，比如说称老师为拉比在犹太是称老师为拉比，在路加福音就会称为先生或夫子。那在犹太用文士，在路加福音用律法师。那在犹太人用阿门，路加会说实实在在的。那犹太人说加利利海路加改成格尼撒勒湖。哥哥他骷髅地鬼，或是翻成不洁净的、邪恶的。好，那外邦人相信有好的鬼，所以也会做不洁净的鬼和邪恶的鬼。其他福音书也会出现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但是路加福音没有。好，比如说这个阿爸、班尼奇、厄巴大、希伯来以马内利，这些在路加福音不会引用。那因为收信人主要是外邦人，好，那路加福音作者路加也有做调教。所以在提到日期的时候，会先提罗马君王，然后才是犹太人的君王。加利利海，他会来称呼，在做介绍是希腊人的的用词名称。好，那这是特别地方。那路加福音的文学特征会模仿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圣经的五经版本，语言风格诠释神学。所以犹太人把圣典的内容权威价值投射在文本本身。路加借用74译本希伯来式的希腊文学的笔触，用希伯来式的表达法，用的是希腊的语言，好让耶稣基督的生平来凸显犹太五经的风格。所以像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撒拉，没有生育的能力；路加福音讲到撒加利亚、以撒，不能生育。那创世纪讲到15章讲到上帝显现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怕。那路加福音讲到像撒加利亚、玛利亚显现，不要怕。那创世纪12章讲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然后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那在路加福音第1章讲到天使对撒加利亚，天使对玛利亚，讲到施洗约翰，讲到耶稣的这个形容那路加福音的文学特征有很多的对比性，针对富足人、穷人的经文对比。
那童贞女玛利亚和祭司撒加利亚的颂歌对比。好，第二章伯利恒野地的牧人和天上的天使基督降生的对比。第二章后面讲到这个公义虔诚的长者西缅和老寡妇先知亚拿的信心对上帝恩典的对比。人物之间有一些反差，比如说是第10章讲到忙乱的马大，安静的玛利亚；16章讲到挥霍的财主，还有死后安息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所以有正比和反比，来交织出路加福音丰盛的文学色彩。路加福音的文学特征，有语言风格来诠释神学。那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创世纪和路加福音的对照。那讲到这个应许之子，好，那路加福音就是成就在耶稣救赎主身上。好，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好，那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好，那神应许亚伯兰要赐给他后裔。好，然后神就在路加说，对祖宗起誓是要成为大国大福，名为大。好，然后包括行歌礼，还有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好，那有很多的写作方式。好，所以希伯来式的希腊文学的笔触对照创世纪、路加福音，可以发现有这种平行的对应。路加福音的神学主题，特别关怀弱势族群，包括穷人，包括富人，包括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好，那还有妇女。好，所以讲到撒加利亚的太太伊丽莎白，讲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讲到这些被鬼附的女先知，有罪的女人，服侍主的妇女马大、玛利亚。好，还有痛哭的耶路撒冷女子。所以在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当中非常特别的。还有路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圣灵论哦。好，那凡跟耶稣有关的人物身上，神赐下圣灵的作为。好，1章35节，神在耶稣还在母腹里就充满他。好，1章41节，圣灵和伊丽莎白，圣灵和撒加利亚，好，圣灵和耶稣，好，分别都有看到这样子的连结。还有路加也是非常重视圣灵。好，那在路加福音谈到圣灵呢，多达59次。好，那使徒行传呢，也就被称为圣灵行传哦。好，那刚才有提到对这个弱势族群，或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撒玛利亚人，这些外邦人。好，那3次的提到撒玛利亚人。好，那讲到他们的事迹啊。还有路加福音的神学主题也提到祷告。比如说路加福音在11个地方提到祷告，3章、5章、6章、9章、11章、22章、22章、23章。好，那都有讲到各样的祷告。好，所以路加福音是在4福音书当中是用人子，就是以人的面向来认识耶稣基督。好，所以更能够贴切我们的人需要向神来祷告。还有补上耶稣教导的祷告主祷文，耶稣祷告的内容。马可福音刻画耶稣仆人形象。好，那路加福音刻画耶稣身为人的形象。好，关心社会公益，亲近弱势团体，被歧视的族群。人子，耶稣是人子，也是神子，用祷告来亲近天父上帝与圣灵同工。还有路加福音的主题是顺服，所以都提到必须或是一种刻意的的这种决心和决志。还有一个主题是喜乐。好，那喜乐、欢喜、快乐比其他福音还要多。好，第6章，第6章、第10章。好，那还有一个主题是差遣。好，那路加福音频繁的以使徒来称呼门徒。好，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用使徒来取代对门徒的称呼。好，然后一直能够连贯到后面的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在使徒这个奉差遣传福音的宣教使命也做了预告。好，所以这也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好，那最后就是路加福音，可以简单的分成4大段哦。第一段是从1章1节到4章10章13节，人子耶稣的诞生与预备。4章14节到9章50节，人子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9章51到19章40节，人子耶稣往耶路撒冷城。还有19章41节到24章的53节，人子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哦。那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个主题都是讲到了耶稣是人子。他不仅是神子，也是人子。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第1章一直来第1节看到38节。好，那我会先用台语汉字的圣经来读。好，那我们再来看现代中文本的圣经。第1章第1节，所尊敬的提亚菲罗先生，在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已经有真侪人经历佮编写。这个代志就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甲团队的人所传授予阮的。这个隆重的代志，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
才想讲着为着你的教训书写出来，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的。好，那在路加福音的1到4节，好，1章1到4节，好，讲到了收信人是提阿非罗。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呢，可以翻成是神的朋友。好，有人象征是一个象征的人物，不是真实一个人。但是有人相信这可能是一个官员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好，那他所讲到的提笔写信，好，他要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好，就是要能够透过他们这些根据亲眼看见这些事，并且曾经传布这些现象的人所叙述的，所以路加福音经过了考察，好，第3节从头仔细查考过了，所以呢，路加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所得到资讯呢，能够系统的按照时间顺序的完整的来向这个提阿非罗神所爱的人来报告，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所要学的道是正确的。好，第5节，希律做犹太王的时，有一个阿比亚班的祭司，名叫做撒加利亚，伊的某伊丽莎白，嘛是祭司阿伦的后代。因两人完全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甲规律，互上帝看做义人。因无囝，因为伊丽莎白未生，因两人拢已经真老。有一日，撒加利亚值班伫上帝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照祭司节的规律，伊抽着签入去主的圣所烧香。伊在烧香的时，规大阵民众伫外面在祈祷。有主的一个天使显现伫香坛的正边，撒加利亚一个看到真着惊，非常的不安。天使甲伊讲：撒加利亚毋免惊，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你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保酒交酒，伊拢袂用得啉，伊腰伫母体就互信心充满，伊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因的上帝。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互背逆的人转向来对义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好势，贪赢即主。撒加利亚对天使讲：我着安怎才会知这个代志？我已经老，我的某嘛遐侪岁啊。天使应讲：我是伫侍候上帝加百列受派来传话，对你报这个好消息。你会下口袂讲话，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因为你无相信我所讲的时到会实现这个话。迄时民众听到民众在听候撒加利亚，因真奇怪，伊哪会入去圣所遐尼久？因出来时煞袂当对因讲话，因才知伊伫圣所有看见异象。伊袂讲话，一直对因比手。撒加利亚服侍日期过了，就返去厝里。好，我们先看到23节。好，那在从第5节到23节当中，我们看见的是，路加先详细的来提起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哦。好，所以从第1章的第5节到第2章的52节，好，是1、2章，好，都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哦。好，那从1章呢，1章的1到4节是一个序言。好，那1章到2章的开始呢，是整个讲到耶稣的降生。好，那讲到施洗约翰，好，先从施洗约翰来提起。好，那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意思是耶和华纪念；母亲伊丽莎白是神的誓言。好，他们都是义人，就是正直的人。他们年纪老迈，好抽签，好能够到圣殿里面工作。好，在当时的祭司呢，好进殿烧香是祭司职分中最尊贵的一项。所以呢，好因为人数太多，好所以可能有当时的祭司也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抽到签啊。所以祭司的一生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得到签，能够进入圣殿，在金香坛
坛前来烧香。而11到17节看到天使对抽到签的撒迦利亚显现，说他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好，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好，那从天使的口中，好，就是说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你的妻子老婆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约翰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恩慈的给予者。好，所以上帝是恩慈的，好，要赐给老夫老妻的这个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一个儿子。好，那这个约翰会带来快乐，带来喜乐，而且他要像拿西尔人一样，好，淡酒、好薄酒、好烈酒和淡酒，好，他都不喝。好，那上帝要给他的呼召，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主他们的上帝，如同旧约当中的先知以利亚。好，重新使父母和儿女和好，使被虐人回头走上义人明智的道路，帮助人民来迎接主。所以施洗约翰好在母腹当中出生，好上帝就已经命定好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好，但是我们看到是从18节到23节，撒迦利亚的反应呢，好就是说好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了，好这个事情好不可能，意思就是不可能发生，以至于呢天使加百列好就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话，本来要把这好信息传给你，这些话到时候必应验，但是呢你不相信，所以呢你要接受，你要成为哑巴，不能说话，好，因为可能撒迦利亚会说出来话呢，好，从今以后说出来话都是不相信的话，怀疑的话，好，或是不是属上帝心意的话，好，所以宁可变成哑巴，不要说话，反而更好，直到这事情实现的日子。好，所以撒迦利亚在圣殿耽搁，以至于大家都期待这个祭司好继续烧香出来的时候，好同事们或是民众呢，好却发现他出来怎么变成哑巴。好，那一直到他抽完签公职的日子满了，好就回到家里去。好，那在主日分享有提过撒迦利未，我们从这个利未记民数记好里面知道。利未人好的祭司的工作呢，从30岁到50岁，好，后来提早到25岁到50岁，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如果还是按照旧约摩西的规矩的话呢，撒迦利亚好应该不是在于70、80岁这个年纪，好，应该在接近50岁还能够公职的这个年纪，好，但是50岁没有生孩子，好，在我们今天来看，好，也是年纪非常大，好，可能也是完全的彻底死了心，好，但是24、25节过无偌久，伊的某伊丽莎白怀孕，5月入久无出门。伊丽莎白讲：主叫你看过我，甲我拄去伫人面前的见笑。好，伊丽莎白隐藏了5个月，因为呢，好，她要好好的保住腹中这个胎儿。好，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伊丽莎白她不是被圣灵感孕，她怎么怀孕的呢？是变成哑巴的撒迦利亚，好，回家努力的和伊丽莎白拼命的做人，好，终于做人成功，好，怀了孕，好，能够怀这个孩子施洗约翰。我们继续再看26节，26节，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做拿撒勒，去见一个在色女名叫做玛利亚。这个在色女已经甲大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平安，你是众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主甲你同在。玛利亚因为这个话非常不安，心内一直在想这个请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伊讲：玛利亚，唔免惊，因为你有得到上帝祝福，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后生你就加伊号名叫做耶稣，伊会做大人物，人会称呼伊做至关上帝的囝。主上帝会将伊的祖先代别的王位予伊，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伊的王国不强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要未出嫁，哪会有这款代志？天使应讲：信心要临到你，至关上帝权能要指引你，因为安尼遐个特别出世的婴仔是神的，迄个特别出世的婴仔是神的，人会称呼伊做上帝囝。你看你的亲情伊丽莎白，伊虽然年老，嘛已经怀孕要生一个后生，人讲伊未生。毋过，伊已经有生6月日，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天使就离开伊。我们看见这个伊丽莎白好怀孕之后5个月没有出门，接下来呢，好应该也是在同时期，所以这个
路加呢，他有去考察，好，然后去把这个事情把它串联起来，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路加，好，就是让在同这个时期呢，好，那天使去到了加利利，好，那时候伊丽莎白是在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好，犹大地区，好，但是呢，天使又到了这个北边的加利利，好，去见拿撒勒的玛利亚，玛利亚是童女，好，那童女意思就是处女或是贞洁的女人，好，但是已经订婚，好，那这订婚呢，在当时好期间就是一年的时间，好，若有不正行为是要被石头打死。他的订婚的对象是犹大支派的约瑟，好，那在约瑟我们犹大支派好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族谱里面，好马太福音的族谱，好约瑟就是大卫的后裔哦，好，那约瑟的名字就是任他增添，创世纪当中的约瑟，好就是增添，好就是他的母亲怀孕生说，上帝又增添我，好让她怀孕生了约瑟。玛利亚呢是源自旧约的米利暗，好，那的意思就是反抗啊。好，那在这个27节的地方呢，路加好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好第7章的预言，童女怀孕生子，好7章17节，好，那他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是蒙大的女子，好，就是你这接受丰满的恩典，好是特别的拣选。”好，那这个玛利亚的回应是一开始惊惶，好，但是她反复思想的希腊文意思就是深思熟虑，思想一些不同的理由，好，显示玛利亚一方面害怕，一方面不解。好，那这个路加福音常用这个字呢，好来凸显人物当中在思想或彼此讨论商量就是深思熟虑、反复思想。好，虽然圣经没有说明玛利亚的年纪，好，不过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玛利亚最年轻，好，可能是12岁，好，就是这个刚刚好有这个经起来的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怀孕的时候，好，但是呢，可能也不会超过20岁，好，就是大概介于这个范围之间哦。30到33节讲到了天使，好，说你至高的神，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他要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希伯来文当中旧约的约书亚，好，这个亚是指亚为耶和华，好，约书就是耶稣，好，就是指他拯救或是以拯救，所以这两个字Joshua 耶稣好，加起来意思就是耶和华以拯救。所以耶稣的身份有几个？好，从路加福音当中看到，是至高者的儿子，是圣者，是神的儿子，是大卫家的后裔，是雅各家的王。那大卫家也是以赛亚书第7章13节的一个主题，因为弥赛亚接续大卫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无穷无尽，直到以赛亚书的第9章7到8节。那天使告诉这个玛利亚说，他要为大，好，在跟那个约翰在主面前要伟大，好，都是一样，就他们将来都是伟大的人物所以是其约翰好，在他出生以前已经预告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要成为伟大的人物，而耶稣出生以前也预告他的母亲好玛利亚，好，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好，那要知道，好，第1章让我们看到撒加利亚是亚伦的后代，他是祭司，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是亚伦的后代，也是祭司的家族。还有他的亲戚玛利亚，玛利亚是伊丽莎白的亲戚，表示他也是也是亚伦的后代，也是祭司的后代。然后讲到耶稣的父亲约瑟是犹大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有双重身份，一个就是他的父亲是君王的后代，他的母亲玛利亚是祭司的后代，好，所以是君王是祭司，然后再加上好是先知，所以这是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那在这个玛利亚呢，好，她对于天使对她的预言，好，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好，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好，意思就是她不是说怀疑不可能，而是她在深思熟虑。如何让她好在还没有嫁人的时候就可以怀孕？所以天使回答：这是圣灵的工作，至高者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所以我们说圣灵感孕，好，玛利亚腹中胎儿耶稣不是像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好拼命的做人成功做出来，好，他们是未婚怀孕，童女生子。好，是圣灵感孕，好，所以用伊丽莎白的这个例子，好，让玛利亚好能够知道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好，所以玛利亚反复思想，好，只有天使跟天使之间3次的对话，好，玛利亚就最后就做出了这样的肯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第1章这个
耶稣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非常清楚的、仔细的带我们来看到耶稣出生前各样的预备。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看见路加医生他花时间查考所收集得来的资讯，还有证据，来向神所爱的人每一位提阿非罗来明白耶稣基督降生，并且能够按照次序，也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听所学的道都是正确的愿主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女子、蒙福的弟兄，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情愿照主的话语来行。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平安。